大家好，我係物理治療師 Jeffrey。今日要同大家討論嘅題目就係點解揾物理治療先係一個最有效嘅耳石復位嘅方法。我哋會從兩個角度同大家解釋嘅。第一係成個治療嘅時間性，第二就係成個治療嘅完整性。好啦，首先講時間啦。我哋做耳石復位一定係要花我哋叫大約至少半個鐘頭嘅時間去幫大家做一個完整嘅耳石復位。首先我哋叫乜嘢叫一個完整嘅耳石復位呢？第一係包含檢查啦，第二包含復位嘅過程，第三係包括翻 check， 即係我哋叫 reassessment， 即係重新再測試究竟我哋復位係正唔正確嘅。第一講檢查啦，我哋要好清楚知道究竟耳石移位去到邊一個方向，所以我哋先可以針對性進行第二個步驟，就係針對性幫你進行復位。但你要明白，我哋進行一個有效嘅復位，做一次復位係唔夠嘅，即係話喺同一堂裏邊做一次復位嘅方法係唔夠嘅。至少係要進行2至3次同一個方法嘅復位，即係假設我認為你而家右手邊向後管道有問題，所以我要幫你進行右手邊向後管道嘅復位方法，即係我哋叫 Apley Maneuver。我哋要重複呢個動作做2至3次，然後當我哋做呢2至3次嘅時候，我哋要做埋第3個步驟，就係我哋做翻 check， 就係話我哋要再喺度睇啦，就係究竟我哋耳石復位之後，我哋耳石係咪一個有效，我哋解決到我哋復位嘅問題？我哋點樣知個耳石係咪有效解決呢？我哋要睇個眼球轉動嘅時間啦，眼球轉動嘅方向啦，究竟係咪一個有效嘅處理？如果我哋冇咗耳石之後，按道理我哋耳石就應該唔會再震噶啦，即係代表我哋講緊耳石已經復咗位，得唔得？所以我哋檢查再加復位，復位再復位，然後再做翻 check 嘅話，其實呢個情況大約要用我哋大約25至30分鐘噶啦。所以我哋叫係一個有效、一個完整性或者時間性嚟講係我喺物理治療係真係可以幫你花一個更加長嘅時間去幫你檢查，去幫你做復位，去知道耳石有冇成功復位，得唔得？好啦，第二個情況成個治療嘅完整性，因為好多時我哋講緊有耳石復位之後除咗我哋出現天旋地轉嘅情況，好多時會出現2個後遺症嘅。第一就係前庭系統嘅問題受到影響，第二就係頸椎我哋嘅好緊。點解呢？就係話耳石喺我哋內耳嘅位，我哋喺個內耳嘅結構入邊所以好多時有耳石移位嘅情況之下都會令到我哋出現虛啦、浮啦、飄飄地嘅感覺。呢啲情況都係因為耳石我哋叫擾亂咗我哋嘅前庭系統，所以我哋物理治療師係要花費一啲時間去重新教導你做翻啲平衡啦，或者重新教導你我哋一啲前庭系統感應嘅動作，去重新進行復康嘅運動，去教你翻屋企如何去重新刺激翻個前庭系統，去令到佢修復。第二個情況，除咗前庭系統嘅問題亦都有關於係頸椎嘅問題，因為好多時有耳石移位之後大家都會我哋瞓覺轉身嘅時候唔夠膽左右轉或者會成個人緊晒唔敢喐之類，好多時就係呢個情況令到個頸椎尤其係正前方呢位置比較繃緊，所以就會令到啲血液循環由心口經過頸再經過上耳仔頭個頂相對成個血液循環都會差咗。咁所以喺我哋物理治療角度上，當我哋成功幫你做到有效嘅耳石復位，我哋就要花費啲時間去幫你進行我哋叫頸椎嘅放鬆，包括頸椎嘅肌肉頸椎嘅關節去幫你重新放鬆。我哋講緊就係幫佢個成個血液循環好啲，就令到我哋講緊成個令到你個人冇咁浮啦，冇咁緊啦，個人個頸部成個轉動嘅成個情況會比較合適，得唔得？所以我哋從成個耳石復位嘅完整性，成個耳石復位我哋所花費需要嘅時間性嚟講喺物理治療先係一個我哋要比較 comprehensive， 比較一個完整嘅治療方案俾你哋。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嘅話，歡迎喺下邊留言，我哋會盡快回覆大家。